90%香港人都忽略咗一件超重要嘅事，就係港澳居民居住證。好多人一聽到居住證，第一句就係我平時都用唔到啦，冇必要搞啦，辦嚟做咩啊？如果你都係咁諗，咁真係大錯特錯。因為而家北上最值錢嘅，未必係銀行戶口，未必係深圳樓，而係你有冇一張港澳居民居住證。今日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點樣辦，要咩資料，辦完有咩住數。首先講申請條件，其實好簡單，只要你係香港人，有回鄉證，有內地電話號碼，基本上就可以了解申請資格。一般所需資料：一回鄉證，二內地電話號碼，三照片回執，四房產資料。部分情況冇都可以。辦理時間大約20分鐘左右，約10日左右攞證。重點嚟啦，點解咁多人搶住辦？因為有咗居住證，好多內地業務方便超級多。以前用回鄉證，坐高鐵排人工櫃位，住酒店排人工登記，辦業務成日補資料。有咗居住證之後，好多人都直接當內地身份證使用相關服務，方便程度完全唔同級數。但最重要仲未講到，醫保，尤其準備北上退休、長住睇醫生嘅香港人，真係一定要了解。深圳居民醫保一個月45蚊左右，一年500幾蚊，男60歲以下，女55歲以下。符合條件人士可按規定參保，門診有報銷，住院報銷比例更高。而家越來越多香港家庭已經提前配置。有人問，超過60歲咪冇份？未必，仲可以了解廣州居住證，再了解廣州醫保方案。部分超齡人士都會研究呢個方向。簡單講一句，居住證唔係用嚟擺，而係等你真係要用醫保、銀行、社保、考車牌、退休生活嗰陣，先知道有幾重要。如果你唔知去邊度辦，唔知自己符唔符合，或者超齡唔知仲有冇方法 ，PM 我66，我一對一同你講清楚流程、資料同注意事項。知道資訊嘅人已經開始辦，唔知道資訊嘅人仲以為自己辦唔到。